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5年的9月2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19篇65节到72节，以赛亚书第2章12节到17节，提多书第1章第1节到第9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同工的要求。主日的信息当中，我们引用了箴言25章第6节到第7节的教导。我们提到了呢，人不可以自傲不可以自以为是，更不可以自大。这是基督徒呢的被要求的，应当要能够谦卑。受呼召成为上帝的仆人，教会的同工其实也是一样的，都要有一定的被要求的标准，需要学习谦卑。如同先知以赛亚的教导，他提醒在以赛亚书第2章12节到17节，他这样说道：那一天，上主万军的统帅要贬低有权势、骄傲自大的人，他要铲除黎巴嫩高耸的香柏树，毁灭巴山的橡树，他要削平大小山冈，推倒高塔和巩固城墙，他要沉没他施巨大豪华的船只。那日子来临的时候，人的骄傲将要被制止，人的自大要破灭，偶像要完全被粉碎，只有上主受尊崇。保罗是教会体制的创建者，他对于设立教会、教会规范以及上帝工人的训练及要求呢，有许多的想法以及规范。他在写给提多的书信上面呢，也提到了教会内不同职分的服侍者，也提到了人品的要求之标准。这些要求呢，是现代的教会同工非常缺乏的一个部分。提多书第1章第1节到第9节，保罗的话是怎么说道：我保罗是上帝的仆人，耶稣基督的使徒，我蒙召奉差遣，是帮助上帝选民的信仰，引领他们认识我们的信仰所教导的真理。这真理是以盼望永恒的生命为根据的。那不撒谎的上帝在万事以前已经把应许，把这个永恒的生命赐给了我们，在时机成熟的时候，便借着信息宣扬显明出来。我受了托付，奉上帝我们的救主的命令，负起传扬这信息的任务。提多，我现在写信给你，你在我们共同的信仰上面是我的真儿子。愿父上帝和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赐恩典平安给你。我把你留在克里特，目的是要处理那一些还没有办完的事物，并且在各城市设立长老。我曾经吩咐过，当长老的必须无可指责的人，他只能有一个妻子，他的儿女都应该是信徒，没有放荡或不受管教的事。他既然做教会的领袖，做上帝的管家，就应当是无可指责的。他必须不傲慢，不暴躁，不酗酒，不好斗，不贪财，要乐意接待人，喜欢做好事，庄敬自重，要正直圣洁，能管束自己。他必须坚守那可靠、符合教义的教训，这样他就能够健全教义来感化别人，
同时纠正那些反对的人的错误。正向的标准就是说，要乐意待人，喜欢做好事，要庄敬自重，要正直，要有圣洁并且有节制的能力。这些事情看似容易，但却是非常的不简单。诗篇119篇65节到72节，上主啊，照着你的诺言，你一向恩待你的仆人，求你赐给我智慧和知识，因为我相信你的命令。在你惩戒我以前，我常犯过错，但是现在我遵守你的话。你多么的良善，多么的慈爱，求你把你的诫命教导我。狂傲的人造谣攻击我，但我一心遵守你的诫命。他们愚昧无知，我却以你的法律为乐。我所受的责罚与我有益，因为它使我学习你的诫命。你所赐的法律胜过世上千万金银。恳求慈爱的主帮助我们成为一个真实的信徒，让我们学习成为好的同工，能够说真实的话，没有谎言，不虚伪，如同耶稣基督的教导，以及心灵诚实的敬拜上帝，与人交往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